各位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那么咱来读这个1980，1980，我嘛这个小说算是真精彩啦，因为998嘛算后时间我来甲迄个连结分享一下，等下换一个。当然我第迄个做 YouTube 有抓迄个做啥直播啊，所以 Clubhouse 这边可能就迄个啥提供一个人，好，等我一下，接网无拍到。建议我有建议即个啥，会使去看即个台湾百合即个戏出安尼。台湾百合即个戏出，我感觉甲即个小说1980有寡对同。啊，当然内底嘛，甲台湾过去这7、8十年，或者是可能80年吧，是毋是？7、8十年嘛，1950年代开始，一寡台湾人应该知代志。浓缩伫即个台湾百合诶戏剧内底，当然，即内底戏剧过去也捌有抽一寡片段出来变成其他诶，做啥电影嘛？什么罗马95号，甚至迄个叫做什么阳光，哟，敢毋知安尼讲，我毋知伊是要安怎读。The Sunlight， 敢若是安尼，我无去看啦，吼，迄个出个人感觉怪怪，我就无去看，而且。但比较这戏出就感觉小可叮当安尼，所以我那嘛有建议会使看啦。我第二届敢若看到30几集尔，啊，袂过继续看落去安尼。所以不了建议啦，除讲讲心情叮当，一个角度是讲，尤其顶世纪出世的台湾人啦，台湾人的苦难，啊，当然最近迄个啥。打麻油绿得到大奖了后，刘翔志讲，真做一个台湾人是真幸福的。啊，伊讲伊用作家的身份代表台湾去摕到迄个奖，算是真骄傲安尼。所以各自伫咧家己的位置拍拼啦，我得一个上起码就是，家己家己的日子过得好势，我得。别人也无知就甲你安怎嘛？当然，你要互别人安怎，应该家己有所选择吧。当然，伫什么所在、什么位置，甚至无共个国家，对无？无共个国家，迄个国家之下的人民自我选择的程度范围就无相款嘛。可比讲，咱咧读即个1980的小说，或者是即马现主是不了一个国家，一寡。属于较极权的，或者是较独裁的，或者是假民主的国家，因的自由度就无遐悬嘛。所以民主自由这条代志是，毋是天顶落落来啦。至少以台湾来讲是前辈拍拼来的。好，我来讲，我伫都含来拄好，时间来拄好。台北时间若毋是到咱10点，做伙来遮读寡册。啊那9点进前咧，9点进前。随我意，我就继续来读这个那春水的第3本小说《开花结子》。我讲开花结子吼，真正是，袂输是亲情卖计较 ，plus 师傅人的客兄呢。所以大家朋友就罔聽啦吼。昨敢若無讀到，不管反正我是先看過一屆啊，然後就想要甲迄個一寡3字詞、4字詞扣起，啊，毋過。三我毋知要安怎來處理。當然，只拍字毋是袂使的，好啦，邊看有機會再個另外處理啊。之前是講到因咧什麼藝甲例子，踮咧定掛啥有誒無安尼。伊迄個藝是對中國國民黨誒政府來到台灣嘛，所以伫中國迄邊有另外藝後，只是無甲例子講，例子是會知爾哇，袂爽甲。所以，當然這在台灣的法律上，曾經也捌有3件迄種結兩解分的迄種代志啦。其中一條就是有人佇中國迄邊有家後，後尾這邊佫娶某生囝呢，不管毋是
我才会使讲。好来，譬如讲，看到少年家啊，闪暗暗伫行街仔路，迄款冬蜜加糖，迄款冬蜜搅糖，甜拄甜，北甲袂得通开的圆场，是例子教育处长16档内毋捌有诶代志。咱听较白咧，来讲即款心肝内的梦。例子看人咧揽来揽去，心肝有流啊猫猫，生成着淡薄仔身躯内底的梦。准讲处长较畏小人，无我来牵例子的手，总是有某物所在撒着干漉漉的例子，转到家己的厝里，才知影处长嘛是规矩软高高。毋管例子安怎说甲分，共款死严严，亲像一锅猪肠仔安尼动动害，互伊为下身浸到头壳碗的热火，煞无路通透。讲一句较平凡的话，例子也无称看家己有几两重，有啥物本顶财前，煞规日拢伫叫叫叫。若毋是念潲拍哭，就是嫌肝嫌健。查甫人若无倒样，才是奇啊！颠倒个是战争死无去，搁带性命的老黑仔。伫拄带伊入门迄一两冬，也有法度人皮风，互你例子痛甲休休死。是讲即款好光景会当愈偌久咧？人敢若老啊，先来动嘛动袂牢。好康的出头真紧就煞去啊！话佫讲倒转来，互你例子住首长宿舍，有乌头仔车，有美感，长工通车肯西派，互你例子好名好声，食清凉上，都算袂歹。点灯仔火嘛无当找，哪有也要好，也要含钱生颠倒，哪有也要好，也要含钱生摊倒的道理。哇，迄个含钱生摊倒的即个讲法，真正是真厉害，真好讲。这若无去参与行打过，大概毋知咧讲啥。当然我毋是真理解，总是就感觉伊个真搞写哩。好啦，我哋主要是要来读即个1980啊，时间到啊，就转来读咱的1980。我哋1980即个小说，我是先迄阵当时读过，然后敢若伫咧应该是旧年吧。旧年阵读煞了后，才转对当时开始读做声音嘛呢。毕竟台语是一个声音语言嘛，所以读做声音迄个感受佫无相款。好，3字字，伊迄个啥，阮神去用撒入去啊嘛。我就讲即个去用撒入去内底一寡咧形啊，咧创啥迄种情景，当然我无去找网络顶悬，敢有1980即个电影，我毋知，我毋捌看过啦。伊有一个香港人，伊有咧讲即个戏出即个小说的时阵，伊个 YouTube 顶悬的画面，敢若是影，敢若是电影啥，我毋知影。所以我毋才会讲，伫台湾遮可能会使参照即个做台湾笔下即个戏出安尼，小模拟一下呢。好，安尼3字字准入来啊！我接到第3段是乐长的，但是我先读一段底，你读一段，无遐底，然后才搁较长的，我你后壁2段拢不哩遐长啊哩。好啦，迄个读一下底，热身一下呢。3字字，伊感觉倒伫哪像是行军床的顶头，只是床有较悬，阁有伊防用啥物方式固定咧，袂顶当地，敢若比进前阁较强的光照伫伊的面。欧伯人徛伫伊边仔，会专注甲看。另外一边徛一个穿白袍的查甫人，手里摕一支皮下注射筒。过来，这里我哩热身一下，卖外皮啊，怪怪。了后，
也是豆豆仔遮面面可畏的环境。伊感觉伊是对一个足下底真无共的水下世界收起来到遮，伊踮伫下底，伊踮伫底遐偌久，伊毋知只因伊逮捕，伊到呾也袂看过黑暗也日光，伊的记忆嘛无连续，有几若段，伊的意识停去，连困眠中迄款意识也无，后来搁再启动，勇敢着老抗别的浪芳，遮的浪芳是几礼拜，也是干那算秒的，拢无对通知影。后壁一段足长的。我发觉你可能是要甲你的腔口读倒转来嘛，吼。我毋知影你有事先读过无？若准讲你有要甲你的腔口读倒转来，我会建议你可能爱事先家己先读过，无会变成讲你一方面搁要甲你的腔口读倒转来，搁要一方面去注意迄个你变调无讲介顺的，因为即本本就无好读啊，因就毋是咱一般迄种口语的，所以我就讲你有一寡迄个叫做啥，搁要讲第三段，伊收起来到遮，啊毋过即马其实这现象不了侪人有啦，我咧听迄个公司台语大音的记者咧报嘛，差不多是安尼，伊就变成收起来到遮，怪怪，收起来就杂志啊，就一个逗号啊，照你讲是收起来到遮，啊毋过你读的变成我无确定你是因为要去注重你的腔口，才全会读做收起来到遮。以我理解应该是收起来到遮啦，参像即种，我就讲嘛，迄12个什么起来都起落来，转来出来即种的嘛，就讲伊后壁有物件也无物件，会影响到头前迄个到底是要收起来，还是收起来去对安尼？伊这是即个语义上应该是无差，但毋过伫咱读念的时阵，尤其若毋是台语太歹，若毋是台语太歹，就是随听会出迄个真差啦。当然，即马相对较少年的，就是已经，就无咧讲台语啊，免哪迄个台语无好的问题。好来，你若随时有想到啥物字词，还是要提出来分享讨论的，就麦克开去，我来头一段，后阵后壁即段一页外啦，搁后壁289页迄段就两段拢不要等。好来，吹一个，自手巧着警棍讲迄时，噩梦就开始啊！伊后来才了解，迄当阵发生的一切只不过是一个起头，一场差不多所有的受犯拢会经历的讯问，有一大关的罪、间谍、破坏等等，是每一个人一定拢爱招的。招是做体式，随往行是真的。伊捌互拍几摆，逐摆拍偌久，伊袂记得啦。反正逐摆拢有5-6个穿乌衫的同齐甲款待，有时是用拳头舞，有时是剑棍，有时是棍机，有时是遐讲。有个若敢伊伫涂骹练，像动物遐尼毋知体面，身躯揪咧皴咧。想要闪踢过来的骹，毋过闪袂完，嘛闪袂过。颠倒风站甲愈忝，着鞭仔骨、腹肚、手翘、骹重、界边、烂骨、尾椎，骨若甲因拍甲伊感觉迄正经粗残、邪恶、袂原谅的代志，平时敬畏甲拍袂煞，是伊无才调。必须家己失去意识，骨若甲伊神经失控到对方还袂动手，伊就哀饶命，也是
伊看到人拳头母举咧当要争啊，就随招。有影诶，也是有影诶，也常常会做宗教。有几落届伊自起头就下决心毋招，结果逐字拢着爱伫伊诶疼喘之间逼出来。嘛有几落届因软弱想要妥协，甲家己讲，我会招，较等，爱挡到疼已经挡袂牢为止，搁互站3个，搁互站2个，我着会顺因诶意招。有当时啊，伊互拍甲徛袂使，袂输一块马铃薯镶伫家房诶石头地板，因放伊伫遐几啊点钟，互回扣刷落来，搁拖出去拍。较长诶开课时间嘛是有，伊记无啥清楚，因为较接伊毋是困去，就是昏去。伊会记得有一间家房内底有一顶柴房面床，有斗伫壁顶诶架仔，有一骹湿诶面桶，饭桌有烧汤甲烘，有时阁有咖啡。伊会记得有一个粗鲁诶剃头师傅来甲伊抠喙鬚、剪头鬃，还阁有重效率、无动真心诶白袍人来甲伊涂眉泡，测反射动作，掀目睭皮，用砖头大力甲四过试看骨头有长无，为手骨加注射，互伊困去。这是真残忍的吼，又搁粗残的。要过这粗残，当然是粗残无话讲啦。啊，有搁较粗残的无？就是恐怖时代，那为迄个警备总部安康交代室迄个啥，警卫人权园区迄搭遐，所以在拢有会使看到中国国民党所率领遐中华民国政府在迄当时对白色恐怖时期，迄种粗残的手路，真正是毋是咱一般人我都想象的啦。即段所写的可能是迄个真实世界一拍阁无啦。好，我毋知台湾你有啥物想法看法？饭堂有烧汤甲拍，我就写着讲饭来伊名叫用枵偌久啊，所以我就讲因咧中国人之前看咧啥物戏，明帝国当时要叫一个人招，若毋招，就过3工啊。第3工了后，就煮迄个无熟的面，煮甲烧无熟的，互食。莫讲无熟啦，准讲有熟，嘛无一定遐快消化，过3工啊。然后迄个无熟的面，互伊吞落去了后，差不多无到30分钟，就甲倒掉。倒掉了，迄个面无熟是歹消化，甚至袂消化，所以就怎急对脑急出来。急出来的时阵，有当则个正对鼻孔去，迄个时间若无处理好势，就怎袂喘气伫遐死。所以，中国人迄种粗残的手路是足多的啊。捌有人讲西方的社会迄种糟蹋人的手路，无啥想象力呢，还是中国人迄种粗残的手路较有想象力。我想讲，到底是要比无人性的是安怎？这我毋知影。总是讲别人的时阵，会使讲较就简单的啦。就讲即摆即个 wisdom 挡袂了就要教，要毋过就讲头前离职有一个事先讲要叫人再一次拖入去一空一息的时阵，就讲教我拢教，你们叫我写拢会使。所以这真正是真歹讲的。伊讲的啥？无比肉体顶一286页迄搭遐嘛吼。世间无啥物比肉体疼，搁较害。所以无几人会肯定安尼。好，毋知有啥物想法看法无？会使你继续读落，后尾线不离啊长，了话，电脑较长咧。差不多你看是咧。好啦，安心自在。好，无问题，安心自在。渐渐较无，渐渐甲拍，拍变做
主要一款威胁嘛，所以逼胁啊。用来甲伊拍，讲若是回答无互伊满意，就随时爱过受惊。顺文者是像乌制服的土味啊，满党的知识分子，通常AA动作英美，目镜咧反光，应用高帅。顺文一摆会问甲医生是10点钟也12点钟，袂当确定。即阵顺文者发布，敢若是顺文者，应该是即阵吧？对，敢若是顺文者是人嘛？即阵顺文者发布伊一直受无严重的疼，因主要毋是无互伊疼，因甲线喙配润鱼啊，串头章，叫伊用一支骹徛，叫伊用一支骹徛，叫伊用一支骹徛，毋互伊去排尿，用光照伊的面，照甲伊面油掺流，插，伊是合喙音的掺啦，目油掺流啊，因为强光佮硬死叫伊目睭袂使粘起来嘛，一直甲笑到迄受刺激，就拢流出来。掺流。毋过安尼做的目的，拢干那是要甲侮辱、甲消灭伊反驳甲推理的能力。伊真正的武器是长煞无主笔的盘，即个是盘嘛？拄则迄个确定的壳，你去用华语的共音字砍去啊。华语的共音字有一个可要讲迄个啥，却如何？啊，佫有一个啥物？却是啥？啊，毋过即个敢若壳的音嘛，我无看到伊有括的音，伊有括的音哦。KHU 的我毋知咧，伊确定确保还是壳啊？啊，伊华语有另外一个却的共音字嘛？迄个却的共音字，敢若我会记有一字伊读到台语的时是括无毋对啊，欠括的括啦，我想着欠括的括啦，欠括的括是缺第一声嘛。啊，毋过我有发觉有足侪人，伊迄个确定的壳出现伫咧伊无实施的迄个字数的时阵，伊个确定的确，伊就会读对缺额的缺，啊，就欠缺安尼，会变成就是安尼。所以讲，咱读过来台语就是爱个继续建立安尼。歹势你继续。伊真正的武器，而且是盘武啊。1点钟过1点钟，因伊突锤啦！你会腔反射，可是突锤，我毋知，阮是拢讲突锤啦。识差题嘛。好合天互我活，甲伊所讲的一切扭曲，掠伊每一句不实甲自我矛盾，甲伊必甲见效连神经疲劳透出来。有时啊，一节顺问内底，伊会扣甲5-6解，大部分时间伊会大声甲蕊，
然若伊讲话丢毒，伊就撇协好甲伊交互警卫。毋过有时啊，因佫会雄雄换一个声哨，化伊动机。这个是险啦，你是要读险嘛是读罕啦？你嘛是自动翻译的啊？这里就是中文是汉好啊，意思确实有当做会相通啦。这里不了侪人嘛，拢会自动翻译啦。是咧讲险啦，险嘛是罕啦，看是要险嘛是罕啊你。歹势你继续。险伊动机，用党也大兄哥的名义甲诉求，用悲伤的声，用悲伤的声色问伊讲到呾，用悲伤的声色问伊讲到呾，伊对应该是敢讲到呾，敢讲到呾嘿，敢讲到呾，因为这应该毋是勇敢的敢啦，伊应该是一个句中疑问词嘛，你敢要爱？你敢敢？你敢无？对吧？问伊讲敢到呾嘿。用悲伤的声色问伊敢讲到呾，伊对党敢也是无基本的忠情，无想要改写上多，当伊的精神状态盘吧，盘车的盘啊，这里当然有别个音嘛，主要应该是盘较济嘛，盘车盘啥嘛，对无？顶悬嘛是一个盘嘛，盘文嘛，我无去查盘文，我袂对照盘文英文到底是啥，还是你继续。盘文几若点钟了后，已经看过无，连即款的诉求嘛有法度，互伊目屎鼻水流。好，现在到这。好，感谢。目屎鼻水流啦，就是目屎流鼻水流嘛，啊，就是中文讲啥？涕泗纵横吼，对无？我记涕泗纵横，敢若一个就是目屎，一个就是鼻水嘛。因为这个部位是连通的啊，耳鼻喉嘛，耳鼻喉是连通的啊，所以台语来讲啥？喉甜、喉讲甜，啊，佮接落去就是目眶红嘛，佮接落去目屎干目甜嘛，佮接落去就连落啊嘛，啊甚至目屎袂连落是有当中可能讲若是以我吼，迄个鼻仔过敏若是安怎的时阵，反正鼻水先流出来。伊耳鼻喉是伫迄个，我毋知迄个什物，反正就是一个算连结的就对啊，有一个共同的什物核心嘛是啥，我毋知迄什物货，所以伊遮就是互伊目屎鼻水流啊哩。好，来，我继续读，啊，你若有啥物想法看，随时啦吼。这段真正是去用修理甲诚忝啊哩。落尾拢是即款厚念，互伊彻底放心去。比警卫的兄讲甲拳头靠效，伊变做敢若是一支喙一支手，有啥物要求拄来，伊就照达照签。伊关心的敢若是明白因要爱啥，就赶紧照，较免搁互叠一轮。伊承认要暗杀重要的党员，散发煽动的传单，侵占公款，出卖军事机密。进行种种的破坏，伊承认受东亚国政府的钱做间谍。早自1982年就开始，伊承认伊信宗教，欣赏资本主义，男女关系乱来。伊承认谋杀因某，虽望伊知伊的讯问者一定嘛知因某还佫活咧。伊佫承认伊当年和 Goldstein 有直接咧联络。
嘛有加入一个地下组织，差不多全部伊所捌的人拢是成员，承认所有的代志甲牵连，所有的人加较简单。搁再讲，在某种意义，这嘛拢是真的。因导影是党的敌人，啊，为党的角度想甲做，并无真差。所以我就讲，当然啦，准讲过去，从来捌看过这方面的，比如讲小说、戏剧还是啥啊，我毋知，我就想象无。我是迄阵应该是2019年，才伫咧 YouTube 看台湾碧咸嘛。啊，1984这个小说是从来就敢若听过，毋捌去看过嘛。所以我是先看过台湾碧咸戏出，啊，应该可能旧年款，再来看，也是准年。伊即本是讲2023啊2024出版的，袂记只。反正，这个台湾版的小说出版了后，2005年4月出版，也就旧年，等于是只14个月。近5、6个嘛，所以可能14、15个月才看到台湾版的，然后看台湾版来看，我就去联想到台湾碧咸，所以我才会推荐讲，会使看一下台湾碧咸这个戏出，算讲做一个互相参考参照尔啦。当然，迄个背景所在也无共嘛，对无？一个是咱台湾碧咸当然是讲台湾嘛，1984这个所在是咧讲英国嘛。啊，年个嘛无共嘛，因为台湾碧咸的迄个故事戏剧的时间背景无讲到1984年。啊，当然我就讲迄种独裁专制，或者是一党独大迄种控制的社会，我感觉是差不多啊呢。所以才会有几落届拢咧建议讲，会使看一下30集尔，啊若看袂落，嘛，伤沉重。我就讲我一开始时我就用1.5倍。甚至1.8倍，还是2倍速度。啊，伊敢若是，2019年无正敢若有，就是你爱正做啥物 Premium 的会员，你才会使用3倍速度去甲看呢。伊有当初对我来讲，我毋是要听伊的声情啊，我只是要看迄个戏路安怎走啊，反正有啥有字幕嘛，对无？伊讲的声音好听，大细声无大细声迄调整。好听无好听，气势安怎拄安怎，迄毋是我要伊的啊。个毋知有啥物想法看法无？一空一色，真正是现甲伊，他就变成讲，所以伊即搭咧讲诶，我就讲嘛，伫白色恐怖时代，吼，读册是犯罪诶啦，读册是犯罪诶啦，所以陈志雄是敢若，迄是几年啊？1957还是19当时4月28日，叫人无情残忍迄个啥枪杀嘛，对无？先用斧头甲伊个骹斩断嘛，啊，才拖去啥物所在甲伊弹嘛。所以我就讲，伊咧根本就毋是人嘛，啊，煞拢佫会使过甲遮尔好诶日子安尼，真正是真歹接受安尼。佫有足侪咱诶前辈安尼，好，歹势，准备换你继续读啦。后壁敢若就拢较无法长啊，啊，另外这头第4段、第5段真正占3，等于要到3页。做别款诶议题，脑中一段一段到位做好。敢若一百个图，互为拢是黑暗暗。伊印象伊一间间房内底，毋是暗就是光，伊伫伊敢若看会着一双目睭，身躯边有各种仪器云密规律发出真表的声，迄双目睭变大搁变光，无张伫伊煞位座位浮起来，哎呦！就是我讲开始咧种，可能开始咧迄个啥幻想的款。哦，
双目睭内底，互吞入去，以防受。这里是入声字啦，缩啦，应该是 SOK 吧？因为华语已经无入声字啊嘛，所以我就讲，咱若去互华语砍去，伊本来就能去互华语砍去，伊要转来台语时，伊就会缩袂出来安尼啊，迄是缩啦。两字都嘛是入声字吧 ？SOK 甲 PAK 吧，缩白，对吧？对无？白残的白嘛 ，PAK， 对，歹势你继续。以防束缚有鼻仔顶，顶头的电光好，电火光吧，电火光甲嘿。顶头的电火光甲使人形，边仔拢是各种目标。一个穿白袍的查甫人，咧读表面的数字，外口有听讲叮当的大无声，门嘣一声。伊是送开啊，伊是 KHONG 第三条嘛，伊是送开嘛，所以就是这种的可能就是用声音做动词嘛，空一声，啊会变调无？空一声，可能看伊安怎写嘛，伊这种伊就是甲迄个声音甲伊符号化，啊佮甲摕来做动词嘛，台语有足侪这种的啊。门砰一个，有人是讲砰一个嘛，对无？啊，无就空一声，啊，无就空一声尼啊。我毋知这种词，我会感觉，可能伊只写 KHONG， 我会感觉你要读空哦，拢我感觉拢无啥问题。你莫看到 KHONG， 你甲读砰，我就真正输你啊。明明是 KHONG， 你家己读到平，虽然讲迄个动作、迄个瞬间，因为就是讲的嘛。要毋过来就是开门甲关门的声音，可能嘛会无共吧？或者是迄个，搁要讲，门开的方向，若准讲是迄种，咱即啊大部分的门拢有一个迄个啥，迄要安怎讲？毋是日本式的迄种拓门，你知哦？我要讲的讲，毋是像窗啊，还是日本的迄种门是拓门，若毋是迄种拓门，安尼开门、关门的声音都无共款嘛，对无？啊，若一般可比讲的，有一个喇叭式迄种门，伊有的是爱塞出去，还是对你来讲是塞出去，才是我都行过。啊，有的是你爱扭过来嘛，啊，所以塞出去的迄种的迄个声音，关甲开的声音，和扭过来开甲关的声音应该拢无共款，因为伊这就是一个动作嘛，可比讲有当阵啊，生态、生气，还是使性地，伫关门的时阵，可能是砰，还是讲，嘛，还是这个空一声。啊，要开的时阵，塞出去的开，甲扭过来开，迄个声音佫无共吧。所以我咧想，我咧有这种空，还是砰，还是砰，应该是属于关门啦。因为你要开门，可能较无法度遐大力吧。开门迄个瞬间，就是佮讲喇叭式迄个，有一个迄粒我毋知要安怎讲，迄个锁头迄个所在，迄个位置会揪入去迄个所在，我毋知要安怎讲。所以我咧有即讲到遮，就是我咧想，我咧猜想，开门应该较袂遐大声，要毋过伊讲门空一声开啊嘛，所以空甲砰还是砰，应该是开甲关的真差吧。这是讲开啦，所以是讲空一声嘛。歹势你继续。空一声，伊啊，面拉上的顶冠花入来。伊即个是 HUAH 嘛，花一花两花嘛，三花做两花嘛。后壁倒两个警卫，一控意识，顶冠讲，穿白袍的人无源头，嘛无看 Winston，
敢若自行咧看迄个表，哦，是大家。好，感谢。遐个磅表啦 ，HIA 嘛，你看者伤紧啊，变 HIT 安尼。遐个，我看是安怎？我记得是讲 looking only at the dials，DIALS 磅表 ，DIALS 安尼。然后才有啥物物件？就是伊阮阵去用形甲已经毋知人是安怎吧，所以头前咧讲就是等于是要改造迄个人的整个的思想，头壳内底遐个地理所有知识就对啊，就是除非一个人的迄个基本理路安尼，所以我讲即种真正是真粗残的哩。迄个像民居症吼，是毋是？我毋知伊个名安怎读，民居症。我读是读民居症啦，当然。每一字拢有至少2、3个读音嘛，居症，毋知。我个人读居症、民居症，伊就讲伊伫美国读册时阵，伊个教授就讲，2学期，即个学年即门课是一学年2学期的课，第一学期要甲恁洗做共产党，第二学期则搁甲恁为共产党洗转来原底的迄个人，啊，结果第一学期敢若讲有1个2个叫洗去，就无来啊。第二学期讲有1个2个洗袂转来，所以即种头脑的物件有当仔是真麻烦啊！你，呀，我就讲这叮当啊你，好来继续读落去，看有影，这2段差不多来，一言一条宽大的走廊咧练，廊道有1公里宽。红红金光充满，伊哪练哪放声笑哈哈，经上大音量喊出伊的认罪供词，逐项拢照，连伊红琴的时阵，恁条无照嘛照啊！伊是咧对已经知影伊的全部生命史的听众，佮讲述一解，佮讲述一遍。伊身躯边佮有警卫，其他讯问者。穿白袍的人 ，Aubrey、Julia、Sheraton 先生，大家拢做伙练落去走廊，哪叫哪笑。原本有某一项恐怖的代志注定伫头前，毋知安怎煞跳过无发生，一切拢好势，痛苦无过来。伊人生最后的有项展现被理解、互原谅啊！我搁读一段咯。伊晓疑敢是有听见乌布人的声，惊一个要为房床跳起来。伫规个讯问过程，伊毋捌看到乌布人，毋过感觉乌布人离伊足远，只是看袂到。是乌布人咧主导一切，是乌布人安排警卫去甲刑，嘛是乌布人阻止因甲刑死。是乌布人决定伊当时爱听甲鸡叫，当时爱哮喘。当时有通食，当时就去困，当时爱有药物注入去伊的手骨，是乌布人问题，甲提供答案。伊是施虐者，是守护者，是法官，是朋友。有一摆 ，Winston 袂记得是注药啊了后，也是普通的困眠中，甚至是醒的时，有一个声伫伊的耳仔边细声讲：“免烦恼。” Winston， 有我咧甲你讲，7年来我拢咧甲你看顾，即马到转捩点啊，我会甲你救，我会甲你超好十层。伊无确定迄敢是乌布人声，毋过7年前就是共迄个声伫梦中甲伊讲，有一日咱会见面，伫一个无黑暗的所在。吼，即句确实，我无去改编，就是。迄阵 Winston 甲迄个 Aubrey 见面的时阵 ，Aubrey 就甲伊讲一句讲，有一日咱会见面，伫一个无黑暗的所在啊尼，所以可能就即个所在，就是迄个 Winston 完全拢无看到黑暗，但不是拢开电火啊，嘛无看到日头光个呢，所以真正真凄惨。好，毋知会使你嘛来啊？那咱台顶个面有啥物想法看吼？
来，这里我咧读过。袂记伊顺文是安怎结束的？意义有一段时期刷落来，伊当所住的一间间房，也是房间，才渐渐对伊口味清楚起来。摊笑啊，对不对？就是我就讲这个倒的动作有3种的嘛，对不？困摊起、困摊拍、困摊笑嘛，这是摊笑啊，摊笑倒白白啊。摊笑倒白白，摊笑倒白白，摊笑倒无摊笑吧？伊咱咧讲困摊笑，困摊笑就是面向天棚啊，面向天棚叫做困摊笑嘛。啊，伊甲迄个困摊笑的摊笑当作一个算复数还是形容词嘛？爱甲倒头用嘛？应该是安尼。伊摊笑倒白白，会得引导身躯每一个要紧的部位，拢互用下。看你是牵还是这里可能是牵，还是宽？牵这里有牵甲宽的音嘛？我印象中文白音嘛。啊，我的直觉我是会读牵啦。当然你要讲宽，我无确定。农场课我是会读牵啦，我无确定啦，我是直觉。然后后壳是迄种的，后壳是迄个后脑勺。然后壳，然后壳嘛用某种方式固定的，不然把看落来，应当过不知异常，为下骹看起，伊的面粗皮过放松，目睭下骹亮微对。你是读量，这是量，应该是量吧，量上的量嘛。啊，当然伊有零啦，你有零甲量嘛，对无？零气嘛，啊水嘛，我是读水啦，啊有人是敢是读水嘛，敢是水甲水吼。我是有人的名是水啦，这里是读水啦，人名啊，我毋知我是讲水落来嘛，对无？零水嘛，已经吵到迄种诶，树顶已经无弹性啦，你操，歹势你继续。目睭下骹零水，鼻落的撩痕，胃皮仔摊到气腿，看到比Instant进前推测的搁较济岁，大概有48岁也50岁，伊手下骹有一个目标，顶头有一支我读关还是一般拢是读关较济吧？当然你讲干敢有即个音我袂记起啦。关可能关吧，歹势你继续。有一支关表面显示几箍认的数字，我有甲你讲过，我不能讲。咱若是搁相见，就是即个所在叫 Instant 回答。我读到遮好啊。感谢啊。顶悬迄段尾啊四逝，目睭下骹零碎，疲劳的焦痕，胃片仔牵到喙皮。对，你讲有一个人嘛？不，伊敢是照镜嘛？啊，看到一个人嘛？对无？敢若是安尼，应该是吧？这敢是咧讲伊看到一个人吧？
对吧？因为四颗位才清楚起来嘛，吼、啊，乌白的暗目看落来，沉重阁不知悲伤，胃下骹看起去，伊的面皮，伊的面粗皮阁蓬松，吼安怎，然后咧，你安怎读？就是疲劳的撩痕为鼻仔牵到喙皮，就是迄个尾调的句型啦。所以你安怎读？嘿，蓬松后壁，鼻仔牵到喙皮后壁。看到比 Winston 进前推测的更较侪岁，看到比 Winston 进前推测的较侪岁，安尼就变成是比 Winston 进前推测的较侪岁。这段是看到的受词，毋过敢若毋是安尼咧。我看看怎讲，伊的原文是He was older than Winston had thought him. He was perhaps 48 or 50. 所以是 He was older than Winston had thought him. Had thought him. 所以是伊咧想嘛，是这样咧想，是 Winston 咧想，对不 ？He was older than Winston had thought him. 好，这英语，有毛深。这句的意思是讲 ，Winston 咧想 ，Winston had thought， Winston himself have thought he was older than Winston， 所以伊安尼头前咧形容迄人的面貌啊嘛，所以我是会甲伊理解做讲。看到比 Winston 进前推测的搁较侪岁，毋是看到 Winston 进前推测的较侪岁，比 Winston 进前推测的较侪岁，即句话要安怎正做看到的受词？敢若毋是的，是看到比 Winston 进前推测的较侪岁。就讲进前 Winston 咧要讲，伊可能比讲。45岁、43岁，就是无到48至50岁啦。要毋过真看起来，那变48、50啊？伊廖准刚43嘛，所以讲大概有48岁还是50岁嘛，这是伊现主是看到的嘛。啊，结果这个看到现主是看到这个结果48至50岁是平伊进前要的搁较侪岁啦，所以看到比 Winston 进前推测的搁较侪岁。伊进前廖准伊可能43、45以下，啊，结果正看到是48还是50，所以伊才来讲看到比 Winston 进前推测的较侪岁。所以我毋知你听出这真差无？有两个读法，第一个读法，看到比 Winston 进前推测的搁较侪岁，吼，看到比Winston 进前推测较侪岁，这是一个读法。第二个读法是看到比 Winston 进前推测较侪岁。其他的会怎讲？看到人，看到人显现，甲有怎讲？看到人显现，甲看到人显现，安尼会使讲，看到人显现，甲看到人显现，两个意思应该无共款，对无？嘿，看到人显现，看到人显现，甲看到人显现，安尼。对无？字拢共款咯，毋过就是迄个看到会读念无共款的时阵，
伫我记的即个咧，伊是毋是意思都无共款，对无？当然我是甲即摆即句，伊是讲我一日一甲看到比 Winston 进前推出的搁较侪回，即句我甲伊读两种读法嘛。啊，咱怎或者是我要来掠讲，啊，到底应该倒一种是较属于伊要表达的嘛？伊的原文是 He was older than Winston had thought him。He was perhaps 48 or 50嘛，大概有48岁，也50岁，即句话大概无啥物问题嘛，就是讲伊几岁嘛，即摆就是头前迄句嘛。He was older than Winston had thought him。伊即句应该算倒装句啦，had thought him 是伊咧想啦，像咧想是 Winston 咧想啦。Winston had thought。伊想到啊，伊正常摇到嘛，伊正常就讲伊几岁，啊，毋过即摆哪会敢若即个岁数安尼嘛？所以即句真正，英文真正有伊迄个啥，迄个叫做敢袂使算复杂？伊嘛毋是很复杂，伊就是我咧猜想应该只是一个倒装句尔啦，只是即摆翻译做台语的时阵，咱要安怎读照都接近伊的原文啦。当然啊，就是讲，因为我完全毋捌啦，我接近，毋知哪一种读法才会接近安尼。安尼就是爱看即句，就我讲嘛，比 Winston 进前推出的搁较侪回即句，敢会使诚做是看到的受词啦？是要当做伊的受词，还是当做褒义啦？简单讲，应该是安尼真差啦。我就讲，我拄仔记的迄个例，我毋知好啊毋好，看到人先生，看到人先生，甲看到人先生，就是迄个调有变调无变调真差嘛，对无？看到人先生，看到人先生，我即摆无确定即句我安尼记会例含即摆小说内底即句会例，敢会使算或者啥？记例适当，或者是搁想别个句。因为后壁小说即句后壁是算相对较完整的一句话嘛。啊，拄则我记的就人先生，这是只是一个简单句。看到什么货？看到什么货？伊主要阁是一个比，伊主要是迄个啥 older than 嘛，伊原本是咧 older than 嘛，比上较老嘛，较侪岁嘛，比上较侪岁嘛。He was older than Winston， 迄人比 Winston 较侪岁。Winston 咧想，伊咧猜测，对吧？进前推测的嘛 ，had thought him 推测的阁较侪岁 ，older than him。较侪岁啊，进前推测是 had thought， 或者过去完成时哦，敢会使？无，had thought 是，对 ，had thought 是过去完成嘛，伊毋是 had 哦，是过去嘛 ，had 嘛 ，had 嘛。好啦，按下，我感觉即句的英语可能嘛会使，若对英语有兴趣，可能嘛会使研究一下好，三里来啊！毋过，咱是毋是来准备来阿伟？今仔日读几啊？6页啊，吼，足6页。啊，有啥物想法看法？嘿。我查到的吼，感觉是水。水哦，伊是 SUI 哦，伊是 SUI 哦。是吼，伊头讲有水甲水，水甲水，我会记是水甲水。但是到店内底用这是看你有成数啊，伊那水是稳定啦。伊是水甲水就对。我记得内底伊讲一个胃下水啊，嘛是讲胃下水啊。对，胃下水对，迄是胃下水啊，迄是胃下水啊。啊，水甲水应该是 Q 口差啦，啊，水甲水应该是文白音啦，对无？这是伊北音啦，北音嘛吼。但是伊无
事啊。实质无事，我即马对教育部淡仔咧讲实质无意义的，我即马是愈来愈无想要去改迄种的啊，因为伊有一寡，我就讲嘛，业即字伊竟然讲啥物单字不成熟，啥物无意涵，使南仔较好咧看，迄个囡仔足业咧，就是一句足完整的话啊，啥物做无意涵，伊就收结潲，一大堆潲，声潲。结潲，啊，搁啥物无吵无潲，啥物一大堆运动啊！你看这，我会记伊收啥物潲的字，啥物潲的词，敢若有3、4个吧？结潲、声潲、喉潲，啊，搁啥物我袂记一啦。啊，这后壁带一字潲的遐个词，诶，头前迄字拢嘛会使独立存在啊。声潲是真正就袂爽的，种声潲。啊，不过你成一字就会使存在啊，有意义啊。喉潲，搁倒咧喉，有意义的啊。月潲，足月的有意义的啊。啊，不过伊煞讲月高一字，什么不行，什么高字，什么我哥我就讲伊那是，我还袂有时间去改写批。你去查，你用正规式去查嘛，对无？教育部迄个什么潲的词语咯，我会记。我刚查看看了5个哟，对啊，至少声潲声会使独立存在嘛，吼啊个我都讲什么声？喉潲，伊喉我会记敢若嘛有独立存在吧？有喉一字，吼啊，就月潲无月，哇，伊讲月是啥物单字不成熟，无意涵啊你，啊所以即摆随还是随。还是谁即个？因为当然遐个高一字去，讲甘字底，会啥？伊拢会使针对高一字去解释啦，大概无啥物问题。啊，倒是教育部毋知啥物理路，还是啥物原则，全无去收迄个一字的意思，我毋知影。因为你若去查高一字，教育部的高一字敢若6000几字吧。当然，遐6000几字有不了侪拢是属于啥物语尾词，还是啥物？我袂记着，反正应该去高一字讲是6000几字啊。啊，所以毋是讲高一字就做啥物无意涵，啥物？我感觉即个理由伤勉强啊！我感觉伤勉强啊！应该当然可能无人去反映，或者是因当时就。呼啦沙就安尼准过，准拄好，啊就全无个有人讲，啊就囥个就好啊。我咧想，我咧猜想，应该是安尼。所以具体字，我若想着，我可能才会写，去甲因讲，袂使。我至少别字我毋知影啦，至少即字我无感觉，伊应该，我至少即字我无感觉讲已经安尼竟然讲啥物单字不成熟，无意涵安尼，即个我是无法接受啊。啊，其他的字可能看到的时阵，有因啊啥想着看到，才来反应啊。伊这处理是拢不哩要紧啦，只是讲有当中一寡字词，伊原来嘛是爱经过开会讨论才会决定就对了。倒是有一个伊无去处理，我感觉毋知啥物原因。即马嘛敢若嘛无啊吧？伫去年进前大改版进前，伊有一个做啥物？偌侪人看过，有一个数字嘛，迄啥 counter hiệu计数器嘛，我就讲迄个数字，一直就甲摆出来8字，啊，来算一波，迄个8字到底偌侪人看过？啊，我建议讲应该加一个啥3位点数hiệu，对无？当然你要自头到尾你用算，你会使算无问题。啊，毋过你若有3位点数，一甲点落去，一眼就使看出来迄个数字是偌大啊。尤其迄个啥8字9字12迄个时阵，你就使减你几落秒啊，淡仔咧个十百千万10万百万，算一波算咧几落秒。啊，当然尾啊，即摆敢若甲迄个啥物到底有偌侪人查过，即个数字敢若摕掉去啊吧？我印象中已经无看到啊，无看到讲目前到底有偌侪人使用过安尼。进前有一个 counter 吧，即摆即个 counter 无去啊。啊有啊，使用人数对无？安尼偌济
9月5,996,4,768啊，对，使用人次嘛，现主是5,996,006人次啊。所以我就讲这个数字，我甲伊建议讲爱加迄个3位点数，伊无加啊，伊个迄个啥罐头信息讲啊，阮会另外考虑啥，啊，毋过就是无啊。我会感觉即个是不哩啊简单的，就是加一个3位点数尔。为什么？我反应偌久啊？旧年吧，可能超过1年啊。啊，当然这毋啥物重要的代志，啊，毋过我就感觉啊3位点数个点落去，你就知影讲哦，这是9位数字的，9位就是亿啊，对无？5亿人次啊，5,900,000人次啊，所以搁吹一个要6亿啊。迄个单件中，迄刚刚看到一个，敢若是数吼，4,4,440,000，敢若是迄个数字，看我袂记起来。所以有当阵有个人会对这种数字就有兴趣，就一直咧注意讲，即摆几人次安尼。有个人是有即种数字控，迄个讲，就无法讲什么数字控，还是什么萝莉控，什么控，台语会使安怎讲，我毋知。好啦，安尼咱会使来结尾啦。你会想起？安尼准备，互你先读好无？3、2、2正。好，感谢啊。结果伊的佼佼坐坐，竟然是甲伊读文白音拆开咧。伊超讲要算迄个，各位讲王秀老师迄个，咱来读即本册嘛，吼，读图还是记账，吼，啊叫什么当东西即种。结果伊的罗马字竟然是甲伊交嘴，这我真查无伊的交嘴到底是安怎。3年你方便读无？你的 I 甲 U 那会自动换位哈，伊是 KIU， 你来变 KUI。你已经几落改啊你啊，我毋知你是啥物状况。你的 I 甲 U 你会自动换位啊你，毋知啥物原因，我毋知啥物状况。已经几落改，你会自动换位。Q 你个几啊 ？Q 伊是 KIU。无，你是无咧看字，你无咧看字的款，你可能无咧看字，还是你的头壳自动转色，怪我毋知影，你家己注意。KIOK 啊。伊是 TSING， 伊是 TSING。靠，你会家己换位，啊个自动加减字安尼，毋知啥物状况，我毋知影。但是无可能有
有当时会目睭有死呐，所以就怎无看到字，还是家己出现字啊。哎，我嘛来读一下吼，我可能就是汉字、罗马字拢对照看卖啊，懵读懵读。软正就伫黑暗之中，煞感觉比发光的时搁较坚强。直直向日迄阵，心敢若比暗雨的天较脆弱，眼硬软正，拢无够做阮的形容。好歹总是交侪斗做人的全部。若阵完美是局限甲破碎所致，神啊，请互阮完整就好。这到底是讲啥？我真正看无。名啊，这首诗的题目做软正嘛，吼啊，最后是讲，互阮完整就好。这你敢有啥物想法看好无？还是三里？真正看无落来啊你！我倒是伊，就讲我就讲，差不多汉字台语的汉字应该敢若7、8成是8、9成拢有文白音 Q 口差嘛。啊，理论上即种文白音塔做伙念的吼，什物字节就是上节听到嘛，还是考试会三出来考啊？当然考过大概5年之内再考，我毋知啊。我就讲王秀老师，咱来读即种的嘛，吼啊。我就讲我尾后有看到就啥音晓，还是音，伊敢是讲敢是讲音，就是音影迄个音嘛，是不是？草字头有草字头迄个，就有音甲会读念嘛。啊，我是伫迄个乌宾散的台文版内底看到，翻译者家安尼用。啊，即个文白音的读字，无伫咧我看到迄本咱来考试内底出现，迄本咱来考试的内底迄种读字文白音的，伊敢若收30几组吧。啊，所以我就讲，理论上，你的台语能力若到一定的程度，其实就在条家己去安尼读嘛，像就即摆即个相款啦，伊就甲伊好歹总是交侪斗做人的全部，所以伊的交侪，伊后壁是讲斗做人的全部嘛，啊，所以伊的交侪是要安怎解释？交侪，通通敢是？叫做一会，因为头前先讲是啥物状况，啥物状况，啊，然后第二段就讲严硬甲软正，这是两个算对立的形容嘛，对无？啊，伊讲即两个对立的形容拢无够做因的形容，无就去形容伊就对啊嘛。所以第二段上尾句就是讲，好歹总是交侪斗做人的全部。啥无？啊，人的全部，啊是伊即个人是咧是女性的自称，对无？人即个字有当阵啊是会互女性或者是囡仔。当然，以现代社会来讲，安尼想讲查甫袂使讲，知啊？尤其现代社会啊嘛，对无？迄个同性别的。听过诚做组织家庭嘛，登记组织家庭的成员，啊嘛无讲一定爱查甫就爱有啥物查甫气概啥有诶无嘛，所以过去即种人即字是妇人人甲囡仔会摕来做自称诶嘛，啊可能从今以后就是无限定啊，
等于是所有的人拢会使甲这个人字当做主称来用啊。所以伫即大家敢是当做主称啊？我无确定，作者敢有这个意图，我毋知，我看袂出来。所以这可能有机会再过来开课还是讨论的。我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但是有点用户我看到敢怪怪的后壁，所以毋知伊所讲的在东西都在表达什么意思？哦，啊，看起来是讲一人不合意的意思，看起来是安尼。因为我主要是因为伊讲最后是讲，互阮完整嘛。啊，伊讲即个互我完整的时候，我才会去想着讲，即个人字敢会是一种自称。啊，毋过就甲你讲啊，伊的中文无啊，伊的中文讲好与坏，终究是一起拼凑成为人的所有啊。因为安尼颠倒，当然，伊讲阮，所以了啊，你看，阮是复数，对无？啊，阮即个复数嘛是会互妇人人吼女性摕来做我的自称，所以我就讲迄个啥，台语的即种人称代名词复数，有当阵啊会摕来做所有假使用。恁兜恁兜，恁是复数啊，抑毋过会讲恁兜。当然有人会讲你的兜啊，啊毋过我感觉在口语上，至少因为我自虽然讲台语到大，就是就甲即种或者啥人称代名词的复数摕来做所有假使用啊。因兜、恁兜、阮兜啊，我袂讲我兜啊，我袂讲你兜啊，我袂讲伊兜啊，我会讲因兜、恁兜、阮兜嘛。啊，毋过这是属于复数嘛。啊，你讲我的、你的、伊的，当然你的厝、伊的厝、我的厝 OK， 啊，毋过兜即字，我袂用我的兜、你的兜、伊的兜袂啊。所以对台语来讲，兜甲厝应该是有。或者啥可能情感上的争差，也是心理感受的争差。哦，可要讲可能一个叫做具体，啊，一个是你的啥感受的，啊，所以就是会分你的、我的、伊的，还是因、你、阮。啊，伊伫即搭遮，我就讲，迄个阮还是阮会摕来做自称，虽讲讲伊是。伫即个遮是啊，伊讲是阮的哦，啊明明干咧一个啊，啊即个阮是复数啊，所以我就讲即个阮是正做伊摕来当做自称的用法嘛。啊当然，那安尼来理解就是讲，大概袂用两种方式来做自称啦。做阮的形容，则就是阮啊做自称嘛，啊，佮做人的全部。啊当然，敢袂使，我敢袂使。念咪讲阮无爱，念咪讲人无爱，啊，拢是我无爱啊！我毋知你了我咧讲啥，啊是迄是一个情感上强烈的争差，就讲阮无爱，啊，你怎讲人无爱，啊，其实拢是我无爱，啊，所以这嘛是我哋感觉。无到做阮的形容，到做人的全部，互阮完整就好。伊最后佫毋是用我，而是用阮，感觉是阮。所以这三个字是毋是？毋知这真正无遐尼简单的款，我毋知。阮的、人的，哦，这可能有机会。才详细安尼。好，毋知咱台顶嘅朋友佫有啥物想法看法无？
对，伊的中文拢敢若用我尔尔啊，伊的阮拢用我嘛，系啊。好，安尼，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主要咧读的即个1984，就暂时先读到遮。感谢台顶的朋友做伙来读念，感谢大家来去的朋友啦，罔听罔分享罔交流，安尼今日咱读到遮，感谢，谢谢，拜拜，再会。